有話直說1分鐘。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簽署儀式，將於5月30日在香港舉行。外長王毅出席簽署儀式。近60個國家及聯合國等約20個國際組織將派高級代表出席。國際調解院不僅是全球首個專注調解國際爭端的政府間組織，也是首個在香港落戶的政府間國際組織總部。這既能進一步鞏固香港國際法律中心地位，亦將對香港提升國際化形象，推動和平多邊主義產生積極作用。一直以來，國家倡導以調解與仲裁等和平方式解決國際間爭端。此次國際調解院選擇香港作為總部，體現出一國兩制的優越性及國家、國際社會對香港在提供涉外法律服務方面的信賴。在善邊主義、保護主義思潮抬頭的今天，國際調解院將在促進全球和平、維護地區關係穩定上發揮巨大作用。國際調解院主要處理國家間爭議、國家與別國民間爭議及國際商業爭議。在這些領域，香港具有充分的優勢。近年來，西方國家以港壓華的政治方針逐漸蔓延至多個領域，唱衰香港幾乎成為西方輿論主流。然而，謠言始終是謠言。香港憑藉日益穩定的社會秩序、欣欣向榮的經濟發展及健全先進的法治建設，始終維持着在國際社會獨特的法律地位與經貿影響力。對於香港而言，國際調解院無疑將帶來巨大機遇。除了涉外法律業務，還將帶動商貿、旅遊等多個行業發展。特區政府連同法律界、工商界及等加強人員培訓，並倡議本地大學開設有關國際調解的進修課程。此外，政府還應根據國際調解業務的開展進度，積極引入相關人才，確保香港有充分的人力資源支持調解院運作。同時，政府可定期舉辦以國際調解為主題的國際交流活動，持續擴大國際調解院在國際上的影響力，讓國家的傳統理念發揚光大。如果大家對呢個議題有任何意見，可以留言話俾我哋知。再見。